阿布豆不倒翁先生，请就位。不错不错，伸手要快哦。好像有点被看到手了。嘿。表演前的彩排已经有几个固定小观众在台前迫不及待。看好。干什么了？要下来！小时候看戏也是这么快乐。这出《阿弟与龙王》戏码，团长邱丰荣的编演刻意打破框架。我的龙王阿爸，我的龙王阿爸，他每次看到我，你带空洞来，他只会说破除破除破除，淘气淘气淘气。不希望台湾的乡镇角落成为艺术的荒漠。外岛的孩子们看戏的反应，让邱丰荣的意念更加坚定。我们在那些地方也是，他就每出来一个东西就哇，每出来一个东西就哇，你就心里面你就会觉得有那么夸张吗？真的这么好玩吗？这个表演不是我今天演完就什么都没有留下这样子，对，是一种感动这样子。推动儿童艺术工程，前辈纸风车剧团在319乡镇巡演，而邱丰荣也默默地以自己的力量为各城乡孩子们的热情和快乐而努力。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戏要正式推出之前，为了要达到最好的效果，所以听说董某涵一定很忙吧？哎呀，某涵都某时间吃饭，忙到没有时间吃饭，真的忙到没时间吃饭。这些小朋友期待的眼神，就是偶戏子剧团不断演出的活力来源。而就希望每一场表演，就像仙女棒，就轻轻一点，在每一个小朋友的心里面撒下了神奇的仙粉，也让文化种子慢慢茁壮。听说董某涵某涵都某次跟示范。听说董某涵某涵都某次跟示范。